电话线上呢，欢迎李慧芬 Stella，马上跟大家来看一下一手分析到底怎么看现在目前的美股回调是机会还是风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Stella 在这里，Hello Stella，你好。Hello，明正好，大家好。Stella，您个人其实觉得这一次呢，美股方面的回调跟港股这一轮的波动啊，其实两者都是属于这个趁机下调，而且呢，下调的幅度也不是轻轻的说，可能只是几个 percent 啊，都是很多都是以呢10亿啊以上怎么样去回調。您會怎麼看美股這一次會比港股要好一點點嗎？嗱，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港股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都幾反覆啊。跟住其實點解講法，唔係淨係美股，連港股嗰個嘅波動性咧都幾犀利啊！你見到美股咧，哇！你以為佢跌嘅時候咧，突然間佢有大幅咧係反彈喎。咁不過咧，我就會發現到咧，就係如果你睇翻美股咧，你見到佢5萬點，即係個交中心喺5萬點嘅水平咧，其實都幾大壓力咁樣樣，即係好似咧想升穿好多次都想升穿，咁咧但係即係當然都未能夠升穿啦。咁我覺得其實暫時嚟講話咧，唔排除真係喺呢啲時間裏邊咧，可能真係升唔穿嘅，做翻啲深度啲嘅調整嘅時候咧，先再升上邊。因為整體成個走勢上邊啦，再加埋咧就話係美國嘅經濟數據咧，其實都算係即係 OK 啦，都唔算係太差。咁啊，所以變咗咧就話令到個美股咧，你真係想佢大幅下跌嗰個嘅機率咧，好似暫時都未見到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睇下嚟緊聽晚美國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咧，會唔會有多啲嘅 history 出邊咯？其實現在市場挺擔心這些的數據的啊，因為這些數據現在目前還有這個調回的可能性嘛，就是為市場帶來啊，靈不丁可能帶來一個市場的一個提振情緒。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現在正在修復的這一群數據當中，您個人會覺得對於美股、對於美國現在目前的一個政治環境以及資金環境方面會有改善的可能性嗎？嗱，我覺得咧，其實嗰個嘅非農數據咧，其實就會睇到好多嘢嘅。第一咧就話係究竟美國喺即係特朗普咧，由舊年上即係做總統到今時今日咧，搞咗咁多嘅地緣政治啊，或者係一啲嘅關稅啊等等嘅問題咧，咁啊當然啦，佢唯一最好嘅地方就係即係令到阿鮑威爾都願意係去減息嘅。咁當然鮑威爾又唔係因為佢嘅，咁即係事實上個經濟真係下滑嘅時候咧，咁佢都會減息。咁啊變咗減息咧，喺過呢兩嚟講話咧，係叫做真係最好嘅一啲嘅政策。其他嘅話咧都係好混亂嘅。咁所以咧，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啦，因為舊年減咗3次息嘅話咧，究竟今年係咩時間會減息咧？同埋鮑威爾喺5月中之前會唔會減息咧？其實大家都好睇咧，今次呢一個嘅非農嘅數據，點解咁樣講咧？就話係第一，今年第一個嘅非農即係公布舊年呢一個嘅第1月份嗰個嘅數字出邊啦，究竟經歷咗一段時間之後，另外一樣嘢咧，講咧就話係去到1月份已經係唔減息啦。咁而家究竟嚟緊3月份係咪會減息咧？同埋就話係會唔會喺鮑威爾走之前嘅時候咧，點都會減一次息咧？我覺得今次呢個數據咧係比較大嘅程度咧係比較關注一啲。咁所以咧，我覺得相信咧，今次我哋都要睇下佢公佈完之後咧，市場上邊有咩反應咯。OK，市場方面一些的反應固然重要啊，同時現在目前外圍地緣政治方面也繼續影響着美股，但說實話，現在目前美股最為擔心的還是一種科技股份的一個走勢。您現在其實怎麼看？從軟件開始到昨天的這個 AMD，今天晚上也可能呢繼續資金方面就着某一個話題，尤其是科技性的一個細節做一些的文章。您個人會怎麼看這一方面的一個回調？趁低吸納還是應該趁早離場啊？我覺得咧應該就唔好揸貨住嘅，因為如果你話睇翻即係美股方面嘅時候咧，你見到佢整體即係整體嘅科技股咧，其實都出現一啲比較大嘅壓力，同埋都見到就話 Nasdaq 個走勢咧，好明顯地咧係比其他兩個指數咧，即係講道瓊斯同埋 S&P 嘅話咧，係弱好多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喺美國而家嘅科技股咧，可能即係之前升得太多啦，咁所以變咗喺呢段時間裏邊時候咧，我哋好明顯見到就係嗰個嘅沽壓反而沉重。你就算跌咗落嚟之後時候咧，想反彈咧，反彈嘅力度咧又比較薄弱。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值得大家係喺呢段時間要忍一忍手，唔好走去即係咁快就買入一啲嘅科技股住。同埋你見到整體嚟講話咧，啲科技股全部都差不多係全線下跌咯。
是这一次全线下跌之下呢，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于个别公司的一些的走向啊，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回调情绪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期货，无论是现在目前的一些的黄金还是 Bitcoin 等等，其实明显的提前已经开始有一些做淡的一个趋势。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这个如果说是美股当中的一群的科技股份呢，其实目前来说呢，中资科技股份反而逆势上涨啊，现在百度方面拉涨超过3%左右。现在官方呢也宣派说派息，可能50亿美元以上的一些的回购计划，这些的中资金融股或者说中资应该说是中资的一些的科技股份来说，会不会可以避過一劫啊？嗱，我覺得中資股咧相對性好啲嘅，始終咧就話係有即係內地阿爺佢哋去支撐住啦。咁同埋你見到咧就話係第一今年就係15/5規劃嘅第一年，而亦都中央嗰邊係即係講到明咧，就話係有邊啲嘅板塊咧係會大力扶持嘅。咁喺科技方面嘅時候咧，一定會啦，即係 AI 啊，或者係啲機械人啊等等科技方面嘅時候咧，都係大力要推動，因為未來就係或者係講緊15規劃地方，就係呢個就係重點嚟㗎啦。即係 AI 之餘實咧，譬如你航天亦都係一個嘅重點啊，等等。咁呢啲係圍繞住都係一個板塊嚟嘅，爭在個分支嘅啫。其實根本係咁，所以咧個好自然地方咧就話係有好多嘅補貼喺度啦，同埋啲企業咧都會係即係會願意咧喺呢一方面實咧落重一個嘅即係資源啊、R&D 啊等等。咁變咗你相對翻美國嗰方面嘅時候咧，咁美國邊就比較自由啲啊嘛，即係唔會話特別啊，我一定要邊一個板塊咧，又要加重嗰個嘅支援啊等等，咁變咗係相對性嘅時候咧，咁一定係有支援嘅板塊，即係有支援嘅地方嘅時候咧，特別係受到大家青睞，咁變咗你投資者就好自然啦，我揀一個即係會好容易會上升嘅企業，即係個股票價格上升嘅企業，你唔會真係揀一個自由發揮嘅企業咯，我覺得係。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的一些的记忆体是不是真的短缺呢？因为现在中国好像收到很多一些其实有可能啊是来自于外围方面一些的采购的计划，主要也是从亚洲市场方面，大家开始对中国的 DRAM 方面的一些大厂开始有一些的认证，开始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存货。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中国这样的一个供应后备来源的这个地位，会不会在2026年逐步上升上去啊？就話係呢啲嘅一啲嘅資源方面或者原材料方面嘅時候咧，特別就話用喺呢啲嘅科技嘅產品上面嘅時候咧，所需要嘅資源講緊地方就係芯片啊，或者係講緊原材料地方就係白銀啊，或者係一啲嘅鈀金啊、銅啊，你見到全部咧都升咗上邊地方就係嗰個嘅搶購嘅熱烈程度係非常之嚴峻。而家咧就係講緊係有冇辦法係銀搶得咁緊要，實在係唔夠貨供應喎，咁會唔會有其他嘅原材料係可以代替咧？又或者就係可唔可以點樣去即係生產？因為你而家銀搶得價錢咁貴嘅時候咧，你可能用其他嘅生產，本來係個成本加重咗，唔應該用嘅，但係因為而家銀本身係太貴嘅時候咧，你可能就會係其他啲原材料嘅時候咧。加工咗之後實咧就會係嗰個嘅無論係個硬度啦，又或者就係嗰個嘅適用程度時候咧，都同白銀係相接近咧，咁你就會轉移咗其他，咁令到咧就話係呢啲所關乎嘅一啲嘅用品嘅時候咧，都會出現一個嘅價格去追捧啦，同埋就係啲企業實亦都係坊間上邊咧係即係追賣得好緊要，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令到或者係窒礙住嚟緊咧，可能呢啲企業咧會出一啲嘅風險事件咯，咁所以係呢刻嘅話咧，未必會係太嚴重嘅，但係如果長此落去嘅時候咧，當好多嘅企業都要係去買嘅時候咧，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咯。其實剛剛 Stella 提到這樣的一個風險性的一個爆發事件呢，我們看到今天其實大家都非常關注到去年第4期業績被披露的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啊，這一次預計2026年的資本開支呢，達到1750億到1850億元，來捕捉 AI 方面的一個基礎建設以及投資方面的一個需要。其實這個金額比25年的時候呢，大增了91%到100%以上啊。這個投資金額呢，也令到這個盤後啊 A 股股價呢一度閃跌了7.5%，
市场方面其實對這次對於 Alphabet，尤其是帶來的這些的 Google 方面的一個盤後閃跌呢，非常的驚慌。您自己個人覺得，其實這一些的資本投資方面，有一些大幅度的一些的調整，甚至是增加，對於現在目前美股以及美國公司的一些的狀況來說，是一個健康正常的表現，還是需要去特別留意的陷阱呢？梗係要留意啦，因為當然大家都知道就話係呢一個嘅板塊係未來係一個大家都需要嘅板塊啫。但係如果你加入投資啊等等嘅時候咧，係咁短時間加重咁多嘅話咧，係個風險係相對係高好多。當然啦，就話係如果行得正確嘅話咧，加大咗嘅投資咧，原則上應該出嚟嘅效果會非常之好，或者係可能係唔係1+1唔係等於2啊，1+1可能無限大啊咁樣樣。但係呢個真係未知之數嘛。喺而家刻大家投資者睇到嘅就話係個風險高咗好多喎，咁變咗咪喺個股價上面就會反映到出邊啦。因為大家未見到個結果嘛。當然就係可能結果係好好嘅，但係呢啲要等佢慢慢見到多啲嘅成果之後就咧，大家先會發覺地方就其實佢揼入咁多嘅資源啊，或者係投資一個 double 嘅時候咧，都係值得嘅。咁但係呢個唔會係而家你一刻發現咯，係要等之後你先至會夠膽去講咯，直情係。OK，同時現在其實也有一些的高層變動，想問一下，看您會怎麼樣去看呢？這一次市場方面呢，當然也非常關注到不同一些的公司啊。這一次 Amazon 方面啟動了一個高層接班的機制，現在大家對於這個顧問啊，或者說一些的高層人選呢，都非常的關注。其實市場每一次都是一些大公司，上面震盪的時候呢，下面總是資金方面呢會趁機做一些重新部署。您覺得趁現在目前 Amazon 在市場方面整體的一個結構的角色，以及這一些的高層變動，會讓您會對 Amazon 或相關的一些公司有一個不一樣的評價嗎？會嘅，我覺得其實 Amazon 咧嗰個嘅即係公司前景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會好擔心嘅。咁啊，始終就話係競爭對手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就係佢哋嗰個投入嗰個資源嘅話咧，如果你投入多嘅，大家就會擔心；佢投得少嘅，大家就覺得冇乜用。咁所以變咗其實有個好兩難嘅局面地方，就話係而家嘅競爭對手係越嚟越多，同埋亦都追得好貼，亦都係有啲可能就會係超過咗。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佢而家冇咗自己個特別嘅優勢喺度。咁呢個係對一間即係特別對 Amazon 嚟講啦，因為佢哋原本以前係龍頭嚟嘅。咁而家慢慢俾人開始去追過嘅時候咧，咁佢呢個會令到佢哋失去一個方向啦，同埋就話係即使佢哋真係一個好大嘅投資或者係重新去部署一個新嘅策略咧，咁呢個都係會令到一啲嘅投資者認為，究竟你嗰個嘅部署係會唔會能夠可以令到你變翻一個嘅龍頭咧？咁呢個其實係令到大家去懷疑咯。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係一邊廂佢哋一定要有個變動喺度，另一邊廂嘅話咧，喺開頭預咗啲投資者唔會咁接受咯。是，其實這一次不接受的，除了說剛剛說到一些的個別股份，當然整個科技板塊現在這樣的一個現狀，都讓很多人很擔心啊。我們回歸到一開始問 Stella 有關於現在目前科技板塊的一個看法吧。因為現在始終這一次的一個大型回調之後呢，大家都覺得資金呢有一個重新的部署的時候，尤其當中怎麼樣去追索一些 smart money 方面的一個提前部署呢，成為很多人一些的溫習功課啊。同時現在也有人覺得了，資金其實從 AI 開始慢慢的轉向了零售跟能源，其實這一部分跟港股是一模一樣的，全球的市場資產都在聚焦在能源的身上面。港股前一段時間，去年其實已經輪番的不斷的在炒作一些從一些傳統的能源股、煤炭呢一些的價格等等，然後呢開始慢慢轉移到現在市場非常關注的一些的電力板塊。這兩天呢，其實 Elon Musk 開始對於光伏方面的一個話語，純粹是話語來說呢，也讓大家對於這方面的關注度提高，但是還沒有落到實地。您怎麼看能源是不是能夠慢慢在 AI 方面真的分一大杯羹啊？係，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都係將嗰個嘅視線咧，將個目光咧轉移咗去能源方面，因為其實大家都喺度揾緊地方就係我嚟緊知道嗰個嘅整體環球嗰個方向，即係朝住呢個嘅 AI 啊，或者係一啲嘅科技啊，或者係一啲嘅一啲嘅航空啊，一啲軍用啊等等。咁但係問題方就係要炒嘅炒咗啦。
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嘢係有需求，但係未炒過。頭先好似講光伏啦，能源方面嘅時候咧，呢個真係必定嘅需求嚟噶嘛。無論你係做咩嘅，即係你點樣去發展都好啦，呢個係一個必定嘅需求嚟噶嘛，係。咁所以咧就令到而家大家都聚焦在呢個板塊上邊。咁我覺得大家都會去揾咧，就話係點樣係可以，即係譬如你見到啲能源股嘅或者光伏股嘅話咧，近期都開始即係蠢蠢欲動咁樣去升上邊。咁我覺得呢個咧係都係嚟緊咧，都會係大家聚焦嘅，都會有繼續一個嘅升幅喺度。咁只不過咧就話係大家而家唔係屬於起步位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入市時候都要小心啲咯。但是說實話之後，其實這個地緣政治方面呢，可能還會繼續拉着大家眼球啊，因為這個市場方面越來越接近這個年中的總統選舉的時候呢，大家都會覺得可能特朗普會有一些的文章做出來。其實這兩天特朗普算是挺消停的，我覺得感覺上沒有前一段時間這麼大的一些轟炸性的一些的新聞。多數現在目前都聊這些的協議啊，到底怎麼樣能夠在未來保持一個比較平穩的一個交友狀態。您個人會怎麼看呢？會不會特朗普正在醞釀這些東西，可能輪到第二個季度，尤其在總統選舉之前，會達成一些比較讓市場渴望的協議啊？我諗下，嗱佢係好嘅，首先要講咗呢樣嘢先。冇錯，因為佢係比較你唔可以用一個好正常咁樣去睇，我哋係啦，正常啲。我哋要諗下問題，我要用一個咧唔正常嘅角度係去睇先。嗱，今年係中期選舉嘅話咧，就一定唔會改變啦。咁即係話咧，如果特朗普而家2.0咧，佢原則上係冇得再即係再去連任嘅話咧，咁佢剩翻呢2年咧，佢應該就會係希望就繼續要賺多啲錢，繼續咧就係搞亂個市場。就令到佢自己賺得更加多，或者係幫佢嘅 partner 賺得更加多。咁究竟點樣去做，能夠令到佢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咧？咁樣樣，咁首先咧就話係你係咪可以簽多啲嘅協議咧？我覺得就係嗰啲嘅協議係應該似是而非嘅協議，唔會好落實地去簽到嘅。咁當然啦，其實已經經過去嗰2年，或者經過上一屆再加埋而家過去嗰2年嘅話咧，大家都會知道就話係佢今日講完嘅嘢，聽日都可以變嘅。咁所以就話，就算簽咗都可以變嘅。係。變咗咧，就我哋唔好太認真先呢一樣嘢係，我哋只可以咧就用一個角度嚟講就係，以為佢咁樣做嗱，譬如我成日都話，佢同中國似就話好似中美貿易戰啊，佢不停喺度打壓中國咁樣樣。但係我哋又會發現到佢做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唔覺咧，又好似利好咗中國一啲嘅。即係貿易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就唔排除佢係為咗將來去鋪路，因為當佢冇得做總統嘅時候咧，咁原則上佢應該有好多嘅生意可以同中國嗰邊咧係去合作，去賺得多錢嘅。咁所以我哋要從呢一個咧就係角度話，喂，佢唔係為市民為自己嘅，咁要從呢個角度去睇咯。OK。那現在呢，其實您會提早去繼續部署這些的黃金跟油相關嗎？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這2大領域都會是大家非常關注之後可能會避險的一個位置啊。會啊，嗱，首先金同埋銀就一定係無可置疑地咧，都係會繼續上升先啦。你見到隻銀，sorry，你嗰隻金都反彈得係非常之快啦。咁但係咧就我會覺得呢個調整咧係未完嘅，因為始終都係即係講緊上個禮拜先至調整啫嘛，係咪先？冇錯。咁我覺得就話要調整一段時間啦，等佢即係叫做消化晒佢哋嗰個嘅即係嘅技術指標啊，又或者就話消化晒佢哋嗰個嘅購買力嘅時候咧，重新係去部署下一個嘅升浪嘅。咁所以短期嘅話咧，我預計會有個上落市咯，就好似黃金咁樣樣，4400蚊係一個支持位嚟嘅，佢都曾經見過啦，即係調整落嚟就都見過啦。咁之後就可能會守住，但係就會做一個大型上落市咯。最後5秒，我想問一下 Stella 會覺得美股方面的一些的金礦股份能夠這樣去投資嗎？我覺得其實美股方面嘅時候咧，就當然大家都要小心啲佢嗰個大跌啦。咁如果你係金礦股方面嘅時候咧，就我覺得都值得買嘅，不過就要小心啲咯，真係要。OK， 小心啊，總之小心啦，大家。冇錯。好，都係投一投先。那同時呢，大家在這樣的時間，也可以多聽我們 Stella 的專業分享啊。謝謝 Stella，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Stella，拜拜。拜拜。